各位，大家好。今日呢個簡報，首先就俾大家一個大圖畫，講下食環署同其他政府部門點解會拒絕發食肆牌照。呢度會簡單概述5大最常見嘅拒絕理由：地方有違例建築、政府租約同規劃用途唔符合、樓宇結構同逃生途徑唔夠、衛生同通風設備未達標，以及消防系統有缺陷。透過先總結後細分嘅方式，大家可以喺之後嘅章節快速對照法規細節同實際案例，搞清楚點解同一棟樓入面有啲食肆可以攞到牌，有啲就攞唔到嘅關鍵分別。仲有，明白跨部門審批流程入面，只要有一環被否決，就會搞到成個申請失敗嘅連鎖效應。呢一頁主要講下最常見同最嚴重嘅違例建築問題，呢啲因素真係可以致命㗎。內容會解釋屋宇署點樣認定申請地方入面嘅違例閣樓、賽住樓梯、非法加建呢啲情況為危及公眾安全，結果食環署直接就拒絕咗你嘅牌照申請。重點要講，就算申請人話之後會拆除，都唔夠啊！你一定要先攞到屋宇署嘅書面批准，仲要完成糾正工作，先可以進入發牌條件階段，否則一步都行唔到。同時，提醒大家要主動委託認可人士或者註冊結構工程師出具無違建嘅證明書，隨時準備好應付屋宇署嘅抽樣查核。千萬唔好做虛假核證，否則暫准牌照可能被取消，仲有機會俾人檢控，後果嚴重。現在，我嚟解釋下政府租契條款同法定圖則對食肆用途嘅限制。內容會講解地政總署同規劃署點樣審查申請地方係唔係容許做酒樓餐廳用途。如果發現違反咗厭惡性行業條款、用途限制，或者需要先攞到規劃許可但未獲批，佢哋就會向食環署發出反對意見，直接影響牌照申請。特別提醒申請人，喺遞交牌照申請之前，一定要自己先查閱土地註冊處嘅契約、屋宇署嘅入伙紙同埋規劃署嘅圖則注釋，評估下係唔係需要修訂契約或者申請臨時豁免。否則，就算其他技術條件全部達標，都會因為規劃唔符合而被拒絕，浪費晒時間同心機。樓宇結構同逃生途徑唔達標係好多申請人嘅死穴。屋宇署會因為樓面荷載低過4000帕斯卡，得一道樓梯，上層單位無雙逃生路線，內火結構唔符，廚房無防火間隔或者防護廊呢啲技術理由，直接提出反對。記住啊，千祈唔好等到最後先至搞，一定要早早揾認可人士評估結構加固可唔可行，預留時間遞交正式改動圖則俾屋宇署批，否則暫准牌照到期都搞唔掂，正式牌照就飛晒。消防處最常反對嘅3類地方：工業大廈、地庫第4層或以下，正下方係學校或者安老院。佢哋會評估火警風險，覺得簡單改善都減唔到威脅，就直接反對發牌。仲有花灑系統水源唔夠，折衷式花灑同大廈現有系統連唔上呢啲技術瓶頸。所以選址階段就一定要揾消防處問清楚意見，唔好裝修晒先知死路一條，浪費錢浪費時間。食環署自己喺衛生方面嘅硬性紅線，食物室面積唔夠，廚房同廁所直接相通，無獨立通風系統，沙井喺食物室入面等等，一對照食物業規例附表5A 同附6K就知死。廁所數量、洗手盆尺寸、雪櫃溫度計呢啲基本嘢，如果遞圖則之前都未搞掂，初步評審就俾人推薦，連跨部門實地視察嘅機會都冇，開業時間表即刻亂晒。環保署喺油煙、噪音同污水3方面有否決權。排氣口見到油煙、黑煙超時，排氣口離住宅太近，冷卻塔噪音超標5分貝 A， 隔油池唔夠大呢啲，都會令環保署向食環署發反對信。如果用柴油或者固體燃料，每小時耗量超過25升或者35公斤，更要起高過樓頂3米嘅獨立煙通，先攞環保署同屋宇署雙重批准，唔係一樣過唔到關。好多申請其實係因為程序疏漏變相被拒發。未附政府租契聲明書 FEHB 192，公司申請無董事會授權，圖則比例唔夠1:100，用單線畫圖，
修訂位無用顏色不標示呢啲低階錯誤，都會俾人視為未完成申請。收到發牌條件通知書之後，又反覆交唔齊全文件，就會被當拖延。暫准牌到期後3個月或者正式條件出咗12個月內都搞唔掂，就自動撤銷。記住，一次過交齊晒經專業核證嘅文件，先係王道。如果不幸收到拒發通知，唔好驚，先逐條對照書面理由，分清邊啲可補救，邊啲不可補救。可補救嘅即刻揾專業人士出施工方案同時間表，向原審部門申請預審或者書面澄清，唔好自己亂撞。不可補救嘅，例如地庫第5層，就果斷放棄，重新選址，唔好再揈錢落鹹水海。整改完之後，記得重新遞交申請，附上新嘅專業證明書，先重啟得到流程。總結返，拒發唔係世界末日，而係法規俾你嘅風險預警。唔好再用舊思維先選址後補救，要轉做先合規後簽約。透過早期專業評估，一次性整改，文件一次到位3大步，就將拒發風險變成可控制嘅時間同成本。只有同時過晒規劃、結構、消防、衛生、環保5重關卡，先至真係攞到正式食肆牌照，順利開業，長做長有。謝謝大家，有咩問題歡迎問啦。